感谢 ETPC， 感谢咱的教会啊。较大声诶。我有诶所在吼，我会北京话含咱的话南仔讲，因为叫我写，要用写的时袂晓写台湾话，变写北京话。但是我要来讲吼，阮的好厝边啊，可惜今日无来，就是科长了和马丽姐住咧互阮足近的吼。啊，阮对迄个母会来遮开设即个辅导所，就做伙礼拜。啊，因为我搬去下面做厝边真大的享福，因为伊真体贴阮的软足，常常甲阮载。载阮先生做伙去开小会啊，做伙办代志。我嘛要行路去因兜，坐伊车去参加查经会。有时阮仔载甲我讲吼，讲妈你一个脚着伤呢，你着开去甲看。讲我咧破病时，你煮来还食呢，从老远安尼载来物件来互我食。我真正感谢因两位啦吼。因安尼显一冬顾伊老母马丽姐妈妈含科长落的妈妈呢，分开时间顾两个安尼顾足侪冬呢，显友好互逐个。真正有种感佩，真正心肝足感谢因。因为有伊，阮的教会生活真丰富，佮温暖，佮精彩。即伫世间有时啊，会感觉上帝足幽默的。有的人吼，好客又富裕；有的人健康，佮在。佮爱登山吼，这并无真好代志。可惜有的人吼，都无拄安尼，真可怜。我就是即款的人。我真爱唱歌，没有好嗓子啊，吼，爱煮菜，无工艺啦，无法度，无技术。哦，你煮得足好食。所以吼。先讲唱歌，我对国民校人，伊就参加献歌队啦，吼。国民校人应该你免奇怪，因为迄细间草地教会吼，对60岁、80岁到迄个国民校1、2年，反正会笑了，有声的就会使来笑。我一直笑吼，笑有一阵吼，真可怜就是无论深浅的歌，我拢着爱练习啦。好较早迄阵细汉个，还佫会多练，因为我所以佫有一个小可相对敏感吼，安尼练的，就去互人笑。来咱即间教会时吼，我会记笑甲吼，有一个长做活头安尼甲伊讲，你体能袂着，你笑伤慢啦，甲我讲4遍啦，嘛无法度改进的。我吼，实在真正听甲吼是痛心。佮流目屎，嘛全暂停，无来笑呢。我真正一站无来笑。有时阵吼，蔡妈妈真甲我讲，蔡骨秀莲，伊讲你毋通停，你着爱笑。你毋知我细汉的时足好唱歌呢，我参加合唱团呢。因为停去吼，肌肉退化。你看我即阵讲话拢无啥声，真正个蔡妈妈甲我留来讲话无声。所以因为安尼吼，面皮顶有够，我转来佫笑。逐遍若听着隔壁吼，若看听着迄像迄个迄少年吼，2、3个，实在是连碧珍姐嘛坐我伊隔壁3个拢足好笑，声拢足好听，歌声优美，想我吼拢感觉讲，是不是留着做害群之马？总是吼，若想到这蔡妈妈的话吼。忍耐就搁面皮厚咧，搁在迄落就昨天搁去笑啦，继续住遐。好较早上帝吼，你无论笑安怎，伊拢悦纳。对，拄则迄吼，迄童言无忌，迄甲你批评迄做童言无忌，伊无先调。所以。来，现在我讲来讲本身啦吼，主食。到会当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我10点15分开始礼拜，所以煞就已经拢过食饭的时间，逐个拢分组来煮安尼啦。
啊，我当然我是足爱煮的人，就会参加在煮。有一日吼，我煮的安尼徛伫边仔吼，啊人来硬菜摆伫安尼架，一个少年仔，伊做足深情的煮起来，才脚一阵淡化来，无淋盐，我较紧味了，开烧过去。啊吼，你圣诞节吼，咱咧分迄落火鸡要互烘，迄阵仔吼，咱一个6、7只安尼分落一个迄个查某人啊摕汤烘的。啊，伫日本吼，阮到我知跳过，较侪嘿，啊你著知影吼，一般的风评看啥物款，你著知影。哦，啊我细吼，是真正实在是落群之马啦吼，迄是足艰苦心的。好佳哉吼，到尾迄配粉节吼，摕条我来传授，昨下一张来吼，伊迄咧厝里要叫人哪煮吼，昨摕一张互我，哦，真救我。昨摕落去煮吼，所以你甲想，好佳哉吼，即个 VTPC 是充满疼心的教会，啊，迄吼烹饪的人才是迄落非常济啦，啊，因实在不忍心看着我安尼混下去。啊，办一大堆迄个活动吼，拢是分享团契上拢教煮食。你敢知10几档的训练来吼，迄小秘书，去大饼、手抓饼、水饺、韭菜盒子，迄个做法节吼，油饭、红糟饭、贡丸、肉丸，面筋、入会华节吼，迄个什凉拌生菜，迄个鱼香茄子吼，足济啦。来特一句迄落，特一句人的诗吼。VTPC 的菜单开的开不完。这足帅。气消了。可能这你即下清楚伊来，即下顺利享用。几档的啊，训练的吼。有一日吼，我去阮迄个看阮查某囝，啊要去的时候，我人煮饭物件。有一日阮6岁孙仔吼，阿嬷 ，always bring good food 。吼，安尼10几档的训练过来，亲像即个阿嬷，已经变由 nobody 变成 somebody。感谢 VTPC， 感谢上帝，也感谢大家。